来选择上帝选择伊即个百姓诚做伊的子民，但是咱看见伊即个百姓嘛是常常会犯罪。对伫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，对以色列百姓，伊拢已经律法、祭司的制度拢足清楚，甚至设立君王，阁有先知。但是即套律法，人并无法度拢去遵守，所以伫旧约做做先知有来预言，所以主耶稣来到世间，表做咱的救主，互咱领受即款的恩典。所以即个新创造的人是第一新约，这是保罗互咱的教示。所以伫即个新约时代，已经毋是选民以色列。所有万邦万国的人，以后信主耶稣基督，就会当成做新创造的人，并反悔认罪，并信跟咱相甲地步。所以这个回应真要紧，这个歌词咱拢总互来甲读一遍。咱今日唱第一节就好，互咱做伙来读。天父，我知一心供应，是你为我安排，所以逐项虽有反复，我愿照主所爱，恳求上帝现时赞我，全无服侍敬拜，全无服侍敬拜。打求天父感化我心，体贴正人的情，快乐的人甲因快乐，忧闷互因安宁。我爱心思时刻恬静，安慰别人无助。新创造的人爱安慰别人无助。我踮世间，无论倒位，无论担当啥职，求爸赞我，甲人相和，信心德行无失，赐我谦卑仁爱的心，做你找因专一。天父，求你日日赞我，逐项祈祷话成，但我一心守己安分，常常甲你同行，家己甘愿看做卑微，应显天父圣名。迄是看做卑微。我做仁爱天父找因，袂捌受着拘束。因为你心内承受真理，做囝无做奴仆。我若常常克己待人，得到自由大福。希望咱拢会当成做新创造的人。互咱来念第一节就好。到这。请安静，当先来敬拜上帝，教乐。
你所拣选，予伊亲近你，踮伫你的内的，即号人有福气。我要因为你的厝，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。参加来吟诗阿乐上帝，圣诗214首，圣诗214首，请起立。是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，本着彼拉多忍耐受苦，定死假死埋葬，互因父。对死人中和我。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搁共同的教会，正道的相通，对赦免，并且给我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大家用启文第11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启文第11篇，罪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撤销。上主无算伊的罪，佮心无奸诈。我若点点无认罪。你的手勉励重重紧我。我有对你摆列我的罪，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。安尼虔诚的人一通找到你的时，拢着对你祈祷。你是我闪避的所在，未必有我脱离艰苦。我要教示你，你应该行的路。贪亲像马，路无知识。害人会受一地痛苦。
人啊，恁就用上主来欢喜快乐。同心来祈祷，慈悲疼痛阮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甲慈爱，愿今仔日住伫遮，心中充满感恩，来到你的宝座前，感谢敬拜阿你。你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你的智慧无穷，你的疼无限。我们学了你的圣名，因为伫你的内面有平安甲愿望。感谢主你赐予阮性命甲每一天的祝福，互阮会当伫你的光照中生活。但是阮常常袂去记你的疼痛，总是体贴家己的私欲，赢过尊叹你的真理，去误用你的文字，造成侪的浪费甲负义。阮也会时常骄傲分断。主啊，但是阮愿意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来认罪悔改，求你赦免阮一切所犯的一切主的行为甲错误的选择，互阮会当重新甲你关系。愿主你的圣神会当感动阮，教示阮伫日常生活中会当活出你的旨意，学习疼人家己。愿阮的性命会当成做你的荣耀，阮会当时常怀着感恩的心。阮将一切的罪过拢交托乎，相信你的保护会当洗净阮的罪，互阮会得到新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也要为着教会的发展来祈祷。教会是你的肢体，是你伫世上代表，使阮彼此扶持、关爱下家。你会当，互阮会当清楚看见异象，带领阮公用重担向前。你祝福阮的牧师、甲长职、甲所有的同工姊妹，伫因服侍的时，当充满着圣神、力量甲智慧。阮相信，若是你愿意成就你美好的旨意，你也要供应阮所需要的。我也愿意献上阮家己来为你保佑，你来跑走，传扬福音的道路，使人在你。愿安尼会当起面更较侪人会当转来教会做礼拜。愿主你赐予阮福的心，带领阮头前的道路，计划拢会当成。保守阮当着圣灵的引带，做好伫个中，互阮的属灵的性命会当进步。咱伫即卖彼此相疼，保守单纯疼主的。我也要为着缅甸甲泰国地动的灾情来祈祷，愿上主怜悯看顾遐人，也帮助因当平静家园。愿主你会当保守伫缅甸的宣教师，下拢真平安顺，当继续当为福音到。阮诚心摆咧以上的祈祷，也要照主所加示阮的祈祷文，当声祈祷应讲。
请做伙来攻读上帝的话。记载伫新约哥林多后书第5章16节到21节，伫台语汉语本圣经第206页，约哥林多第5章第16节到第21节。第16节，所以，阮对当以后无照肉体捌人，必然捌照肉体捌基督。当以后无搁安尼捌伊，所以人若踮伫基督，对新创造的，有诶代志已经过去，当拢变成新诶。搁万项事拢是出对上帝，伊对基督，咱甲伊搁好，也将即个劝人甲上帝搁好诶即份互阮。就是上帝踮伫基督，互世间甲伊搁好，无将因诶罪过归伫因，也将搁好诶道理交托阮。16节，安尼，阮为着基督做钦差，亲像上帝阮劝恁，阮为着基督求恁甲上帝搁好，上帝互迄个无罪诶，替咱正做做，要互咱踮伫来正做上帝诶义。讲道，请陈美玲牧师讲道，伊的题目是新创造的人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你敢有想过耶稣生做是甚物形？伫西方的艺术，咱看见耶稣是一个金头鬃、白皮肤、蓝色目睭人、真缘投飘撇的一个查甫人。但是真正耶稣，甲咱看的遮个图，应该是差非常的济。虽然历史上无留落来任何耶稣的图也是像，但是根据咱旧约的预言甲新约的描写，耶稣是中东的人，伊毋是欧洲，也毋是美洲的白人，所以无可能会有金头鬃、白皮肤、蓝色的目睭人。耶稣的身悬也毋是落的，因为咱的圣经对伫身材特别悬的人，亲像大汉人歌利亚，也是扫罗王。因拢有特别的描写因的身悬，但是圣经无特别来提起耶稣伫身悬顶面的优势。耶稣的头鬃嘛毋是长的，因为迄当时中东的查甫人留长头毛是无合理的。耶稣的皮肤嘛可能比其他的人搁较乌一寡，因为迄3年来伊变行乡下，有时也伫日中昼的时甲人谈道。所以耶稣到底生做什么款？圣经唯一对耶稣面貌的形容，就是伫以赛亚书的52章第2节到第3节。伊无好形状，无威仪，咱看见伊也无好形容，通互咱羡慕伊。伊受看轻，互人放杀；伊侪侪痛苦，定定拄着忧闷。伊受看轻。亲像互人黄面毋看的一样，咱也无尊重伊。这拢是证明耶稣毋是用面貌来吸引人的。所以我伫网络找到有人试用圣经找到的描写，来画出耶稣的外形。耶稣可能是一个身悬5尺外悬、深色的头毛，皮肤比咖啡色搁较乌一寡，看起来非常普通的一个查甫人。遐尔普通的一个人，有啥物特别的？奇妙的是，耶稣有一种气质，当伊讲话就吸引所有的人，毋但互法利赛人、祭司听甲气噗噗，一寡较低阶级的人，也是互犹太人所轻视的妇女，也是囡仔，拢爱围伫耶稣的身躯边听伊讲话。所以我咧想，上帝用遐尔普通的一个外形。来度道成肉体，是伫教导咱什么功课咧？就是伫教咱上主伫看，无亲像人伫看，人看外貌，上主是看内心。因为咱人拢非常习惯用外貌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。这个外貌毋若是外表，嘛可能是一个人的学历、工作、地位等等。甚至伫教会内，咱嘛可能陷入即种的软弱。迄个人伫教会热心服侍，上帝一定是较疼伊。即个兄弟的事业非常的成功，所以咱选伊做长老较好。
咱不断用人的眼光，伫咱生活各方面，伫遐扫描每一个人，然后将人来分类。但是安尼价值观，敢毋就是甲世界共款吗？安尼咱敢会当讲，我是一个属耶稣的人，我是一个新创造的人咧？所以今仔日这段经文非常值得咱来思考。但是今仔日的经课表，较毋是对咱真实的17节开始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，真侪人会晓背。所以人若踮伫基督，就是做新创造的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呾拢变成新的。今仔日的经课表毋是对17节开始，伊是对16节开始。所以，阮对呾以后，无照肉体捌人，虽然捌照肉体捌基督，呾以后无搁安尼捌伊。第16节是讲，咱无用人的看法来看待别人。但是17节是甲咱讲，咱是一个新创造的人。所以安尼，这两节有啥物关系呢？请咱注意第16节一开始有所以两个字，会有所以代表有一个因为，这个因为是第14节到15节，因为基督的疼痛催逼阮，是阮想一人替正人死，就是正人死，搁伊替正人死，是要互这活的人以后无为着家己来活，是为着替因死来活的。真相大白啊！这3节的经文是有关系的。咱会当无搁用世界眼光来看耶稣，耶稣一个遐尔普通的人，咱嘛无用世界眼光来看家己，来看别人。这毋是咱真厉害，毋是咱修行真成功，是因为耶稣替咱死。这个耶稣伫人的眼光来看，不过是一个目像家庭出世的囡仔，伊的外表无特别的特殊，伊嘛无上过经学士的学校，遐尔普通的一个人，敢有可能是上帝救赎的计划咧？但是当咱接受耶稣伫十字架顶救赎的恩典，咱的眼光就会改变。咱看见的就无过是一个对拿撒勒来的普通人，咱看见的是上帝的疼。嘛因为即个疼，所以咱会当用新的眼光来看家己，并且嘛看见别人伫上帝眼中的宝贝甲价值。但是咱是凭什么就会当成做新创造的人？兄弟姊妹，咱拢无做什么，所以会讲新创造的人，就一定有一个旧的人，咱才会当来做比较。但是人无法度搁转去老母的腹肚内，搁生出来，是要安怎变做新的咧？唯一的秘诀，唯一的方法，就是踮伫基督。咱爱接受耶稣，该亲像是葡萄枝结连伫葡萄树共款来结连起来。咱是枝，伊是树，咱享受对即丛树来的生命供应。当咱长大了后，咱开始结果子。当咱结出果子，人看到的形式就无过是原本迄枝特别大、旧的无路用的树枝。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呾拢变成新的。所以咱看见真侪人伫信主了后，因真侪旧的兴趣、旧的习惯、旧的企图、旧的价值观、旧的关系，自然就无阁有兴趣啊。因敢若变做另外一个人。耶稣的力量就是遐尔奇妙来改变一个人。上明显的咧，就是抽象的撒该的故事。当耶稣抬头看八关伫树仔顶，想要看耶稣到底是谁的即个撒该的时，耶稣对伊讲：今仔日我要去住伫你的厝里，住伫一个抽象的人的厝里。这对犹太人来讲是无应该的代志。撒该是一个罪人呢，耶稣哪会当就近罪人？
但是咱看耶稣就近伊接纳伊，这互撒该欢喜到紧对树仔顶爬落来接待耶稣。然后神迹发生啊！撒该马上对耶稣讲：“主啊，我将所有的一半互送向人，若是捌冤什么人，就将4倍还伊。”看到无？马上的改变。然后耶稣对伊讲，但是耶稣搁较是对四周围过去看袂起撒该的人讲：“今仔日拯救到伫即个家。”为着伊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因为人子教是要找失落的来救伊。这咱看见撒该决定一定会改变伊的生活，因为伊要还人4倍。过去伊共换1箍，伊即马要还伊4箍，这表示伊爱将伊所有的财产摕出来赔，甚至是赔甲破产。但是耶稣的接纳，互撒该改变对家己的看法。伊无阁需要用外在的钱财来掩盖伊对家己外貌的失望，伊对无朋友的迄种失望，因为伊已经看见家己伫耶稣的眼中是遐尔特别，是遐尔宝贝。所以，当咱接受救恩，互咱家己的心目专注伫耶稣的身躯顶的时，世界价值观就无阁遐尔重要啊。自然，你就袂阁用这物件做你生命的中心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若犹原感觉家己疼世界过头疼上帝，可能咱爱转来思考，我家己到底是安怎伫看待耶稣的救恩？我敢真正甲耶稣结连起来？我敢有结出果子出来？除了点伫基督，咱会当成做新创造的人，嘛是因为万项事拢是出自上帝。伊对基督，互咱甲伊搁好。咱会当成做新创造的人，毋是咱熬，是出自上帝，是上帝主动伸出伊好解的双手。这点是基督信仰非常重要的观点，就是上帝创造世界、创造人类，原本是一个和睦、亲密的关系，但是因为人犯罪，破坏人甲万物的关系，上严重的就是咱破坏咱甲上帝的关系。但是上帝无放弃咱，伊想尽办法甲咱和好。所以伫时代，上帝用无共款的方法，有时阵是用新约技术，有时阵是用先知的呼吁来考劝、来挽回咱。但是人非常的悖逆，至到咱甲上帝的关系是哪来哪远。所以最后，上帝亲自来到世间，用十字架来联系咱甲伊的关系。所以保罗伫遮强调，上帝主动照着耶稣救赎的工课，互咱甲伊来搁好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有想过上帝疼是主动的，是想要甲你和好的？真侪人看上帝是惊吓的，因为我若做毋对代志，上帝会处罚我。哎呦，上帝敢若是一个法官，非常详细伫查看我的过失。哎呀，我若做了无好，上帝袂疼我啦，所以我要努力做啊真好真好，上帝才会疼我。但是保罗甲咱讲，万项事是出自上帝，伊对基督，互咱甲伊搁好。咱会当恢复甲上帝的关系，完全是上帝主动伸出伊好解的手。亲像伫今仔日的经课表。要一段咱非常熟的经文，就是浪子披露的这个故事。面对老爸还未死，就想要讨财产的这个细汉后生，老爸是会当甲伊切断爸仔囝关系。但是咱看见，当这个囡仔伫外面废泪，伊反悔想要转来，老爸敢有先拍甲讲？
老爸敢有心吗？甲讲无？经文甲咱描写，3里要久远，伊的老爸看见伊就怜悯伊，走去抱伊的颔棍，直直甲伊亲。老爸每一工徛伫门骹口，听候伊的囡仔转来，真无容易等着，远远看着囡仔转来，一句责备的话拢无，走去抱的、亲的来接纳伊的后生。即个后生伫遐认罪忏悔，讲：阿爸，我有得罪天，甲伫你的面前，打了后袂堪得叫做你的囝。老爸嘛无讲一句话，伊是对边仔徛伫萝卜讲：紧紧遐上好的衫来甲伊穿，佮甲伊挂手指，煞甲伊穿鞋，也牵迄食肥的牛仔来剁，咱食来欢喜，因为我即个囝。死有个活，失落有个得着。对头到尾，老爸无一句责备的话。对老爸连续的动作，走、抱、亲，会当看见老爸主动、无条件的接纳。咱想看觅一个士大人，扭着伊的长衫，用走的去压制一个后辈，这敢有应该咧？但是老爸毋管啊，伊看到伊的后生转来，欢喜到用走的、用抱的、以亲的来接纳伊的后生。兄弟姊妹，即个故事毋若是一个故事，伫浪子回头的故事内面，咱拢捌是迄个浪子。咱拒绝上帝听，认为我走离开厝、走离开上帝，就无屈束。就会当自由发挥，成做新创造的人。但是敢安尼，咱看浪子的惨境。所以新创造的人，毋是自由发挥、自我实现，是咱互上帝接纳，然后看见家己的价值，并且佫会当用新的眼光来看家己、看别人。但是嘛，无袂记哩。这个故事内面，也有另外一个后生。这个大汉囝看见放荡的小弟转来啊，伊一点仔拢无欢喜。佮看见老爸为着这个这个小弟办道请人客，佮较无欢喜，因为伊的老爸从来毋捌为着伊做遮个代志。你讲这个大汉囝是啥？嘛可能是后来的咱。咱信主久啊，认为我家己真努力守护家园，忠心服侍，但是我敢有得到什么好处咧？拢无嘛。所以咱的心渐渐变硬，对家己已经有的恩典袂去感谢，对别人得到恩典嘛生气嘛怨妒。但是咱伫即个故事内面看见，即个老爸安怎对待伊即个生气的大汉囝？老爸嘛无骂伊，无责备的话。老爸踏出门，轻声邀请即个大汉囝行入门。所以咱看见上帝主动的听，是无条件，是互所有的人。因为上帝望甲咱恢复迄个爸仔囝亲密的关系，所以伊主动来找咱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你敢愿意来接纳，愿意来回应咧？搁来，保罗伫即段经文嘛讲起，上帝将即个甲上帝各好的信息交托伊，差派伊成做传扬各好信息的钦差。保罗即张批是写予哥林多地区的基督徒。哥林多地区的基督徒有非常侪问题，亲像因的教会分裂，亲像因的信徒生活道德败坏。所以保罗爱因讲，着听我的苦劝吧，着转来上帝面前吧，爱对信仰的根源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恁爱重新来思考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来甲上帝搁好吧。保罗当时已经是非常有分量的一个使徒，所以照道理，伊会当用使徒的权柄来责备哥林多教会这信徒。
但是伊安怎讲？安尼，阮为着基督做钦差，亲像上帝用阮劝恁，阮为着基督求恁甲上帝搁好。按照保罗的个性，保罗是一个真冲的人，咱会当讲是伊是一个真直的人。按照伊的个性，伊应该是足想要骂这哥林多的信徒，但是当伊想到上帝无用毁灭性的方法来处罚人类，反倒上帝是用这种温柔、软弱、牺牲、劳苦的方式来拯救人。伊嘛想到讲，伊家己嘛是一个接受救恩、奉救赎的人，所以保罗停止迄个责备，伊用上帝的方法，用温柔的方法，用苛刻的方法，用求的方法，请恁紧来甲上帝和好吧。保罗的态度，互我嘛有真深刻的反省，就是我伫传福音的时，我敢有亲像伊迄种的温柔、迄种的耐性，甲无放弃咧？我伫甲人传福音的时，若感受到对方对福音无啥愿意，我就会停止。讲较好听是讲，我尊重伊的决定。实际上，我内心是在想，我有讲啊，要爱无爱，实在你后。但是今仔日的保罗，较互我看见，伊对灵魂的关心甲迫切，伊望这听众拢会当甲上帝搁好，所以伊放落伊许多的权柄，伊苛刻对方，拜托对方。兄弟姊妹，现在即个工课嘛交代互咱，咱嘛诚做甲上帝搁好传即个信息的钦差。但是伫咱苛刻别人，求上帝甲别人搁好的进前，咱的性命嘛应该活出甲上帝搁好的迄个款式吧。袂当你讲你爱人做一套，然后你家己较做另外一套。另外，除了甲上帝搁好，咱嘛爱努力甲人先搁好。我知影这真正无容易，因为有当时我嘛做袂到。但是求上帝帮助咱，互伊时时刻会听，嘛会当显明伫咱甲别人的中间。兄弟姊妹，若有机会去爱尔兰的都柏林，会当去参观即个圣派翠克大教堂。伫内面有展览一面门，即面门是500多年前发生的一个代志所留落来一个门。伫1490年，有2个家族，因拢是贵族，巴特勒家族甲菲茨杰拉德家族。这2个家族为着要争权官位，所以就发生一场的决斗。后来，即个巴特勒家族的人走入去即个圣派翠克教堂立起来，所以双方就架一个插头门，非常的紧张。但是经过一段时间，两边嘛较冷静啊。伫门外面的即个菲茨杰拉德家族的人就要求讲啊，咱来停战啊。但是伫门内面的迄个巴特勒家族毋敢开门。就伫即时，即个菲茨杰拉德家族的领袖就伫门的顶面来切开一个孔，然后冒险对孔里伸出伊的手。咱想看觅，这伊一伸有可能是啥？互剁掉呢？但是这2个家族果然是达成和解。这后来人将即个门留落来。诚做后代人会警醒。兄弟姊妹，这是一个历史留落来的门，但是上帝嘛留落来，互咱一个和解的门。除了咱甲伊的国和，伊嘛望咱遮传国和信息的钦差，嘛会当伸出和平的手来甲人国和。因为国和的观念是贯穿规本的圣经。亲像耶稣在讲福的时有讲到，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称做上帝的囝。咱拢讲咱是上帝的囝，
但是咱伫四周围，敢有创造和平？伫马太福音第5章22到26节，耶稣嘛有讲：伊若受气伊的兄弟的，就受审判；伊若对伊的兄弟讲落架的，就受公会办；伊若讲无礼的，就受地狱的火。所以你若伫献你的礼物伫这段，也伫遐记得你的兄弟有啥物威胁你，就伫遐放落你的礼物伫坛前，大声去甲你的兄弟和好，然后来献你的礼物。你要甲你的对敌伫牢里，就紧紧甲伊和，行了对敌交你互审判官，审判官交你互衙役，你就受关落家。咱伫内心，敢毋是咧骂人戆，但是要到伊喙笑面笑咧。咱敢是甲坐伫边仔兄弟姊妹有无啥好好的所在，但是咱坐伫遮，甲伊敢若伫敬拜共一位上帝咧。做基督徒真正是非常的困难。为什么上帝要互咱遐尔啊歹学的功课咧？因为保罗伫今仔日上尾才搁强调一摆，咱会当诚做新创造的人，完全是上帝的恩典。上帝互迄个无罪的替咱诚做罪，是要互咱踮伫伊来诚做上帝的义。无罪的耶稣替咱徛伫罪人的位置，担当咱的罪，替咱承受刑罚，互咱因为安尼，互上帝称作义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对这段经文看见，耶稣不但改变咱的性命，互咱有一个新的身份，甲一个新的使命。咱无过是原本迄个旧的咱是踮伫基督内面新创造的人。咱是上帝国好使者的亲戚，但是咱要安怎回应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呼召？就是咱爱亲近主，互伊来调整咱的眼光，互咱看见家己伫基督内面迄个新的身份，然后咱勇敢承受使命，用温柔无放弃的心，将上帝的疼、将耶稣的救恩带互咱身躯边每一个人。盼望咱会当来传扬和平、和好的信息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你来到世间，你实在是一个顶亲自诚做和平的使者。若是诚做阮甲上帝关系的国号，你也要来修补阮甲别人的关系。主恳求你，互阮会当放落阮家己内心的偏见，帮助阮会当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家己，也看待别人。阮不但看见家己伫上帝你眼中的价值，阮也看见别人伫上帝眼中迄个宝贝。主恳求你帮助，互阮伫即件真学的功课顶面，阮会当不断的进步。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真正是诚做内面外面拢是新创造的人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咱掀开周报来读今仔日的经句，咱做伙来读两遍。所有人若踮伫基督，做新创造的，有诶代志已经过去，今拢变成新的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。所有人若踮伫基督，是做新创造的，有诶代志已经过去，今拢变成新的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。大家的吟诗回应上帝话，正诗546首，546首。请起立。
奉献，请陈秀娥执事、曾玲仪执事、廖穗芬执事负责奉献。请起立。请坐。报告第一点，请兄弟到1楼提出2025年4月到6月献功使用表，或者是会当上教会网站来取得甲新眼光读经。第二点，2024年奉献证明一定放伫1楼大门口的奉献柜内，请兄弟家己取迄。若是找袂到证明的，请往财务组同工来申请。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体。好，咱兄弟姊妹，你摕即个奉献证明的是爱请注意，莫摕毋着假吼，因为咱的格子拢足近的吼，所以咱爱看清楚。你若摕着是嘛显一个，迄敢是恁兜的吼，所以请咱爱注意。好，即是咱爱祈祷，咱为着世界，特别咱为着今日即个缅甸的地动，互咱恳求主的怜悯。咱所关心的广福牧师甲唯一牧师，因全家拢平安。总是迄个宣教中心，咱看见即个新闻就知影，迄厝倒足济吼。即个宣教中心的玻璃破去，因只是嘛无电，所以咱为着缅甸即个所在的祈祷，恳求主的怜悯，嘛恳求主会当互佫较侪遮个世界各国的救援会当入去，互真侪缀伫楼仔厝下面的人会当真紧来得到救。互咱嘛为着台湾来祈祷，特别嘛请兄弟姊妹注意，有气象局有提醒，就是讲因为即个大地动嘛有可能会影响台湾，所以请咱伫这未来2礼拜中间，咱嘛爱真注意咱的安全。互咱嘛为着各地宣教师来祈祷，嘛为着建堂的施工，为着大院的蔡明县长老甲陈其雄长老，嘛为着伫处理疗养的公基者，
金魂姐、赵明兄、雨婷、佑春杰、林水长老、方梅姐、丁友兄、民主姐、阿卡姐、俊生兄伊利、素梅姐、明理姐、阿菊姐、郭元兄，互咱开喙，为着遮兄弟姊妹。嘛，最近真侪兄弟姊妹感冒，互咱嘛为着遮兄弟姊妹祈祷。咱开喙，为着缅甸，为着世界，为着台湾，为着遮集体来祈祷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来感谢你。虽然真侪代志真意外，毋是阮所想象的，总是主，阮也爱献上阮的感谢。因为当阮感谢时，阮相信主，你伫阮的中间听阮的祈祷。主，你也怜悯阮，看见阮内心的软弱。主，阮恳求你来保守伫即届大地当中间真严重的缅甸。主，恳求你怜悯看顾。伫缅甸，阮看见因原本就真丧凶。主，阮恳求你的怜悯，互各国的救援物资会当紧紧去到即个国家内面，成做因的帮站。主，阮也恳求你来帮站遮个宣教师，主，互因伫缅甸也伫逐所在也拢有平安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伫台湾的兄弟姊妹，阮遮个同胞来祈祷。阮也有侪人也毋捌你。总是阮也面对真侪阮生命中间的意外，主，恳求你，互阮会当因为掠着你，互阮有对未来有盼望，互阮无惊吓。主，恳求你来帮助阮基督徒，互阮会当做来勇敢传扬福音，互阮四周围的人。阮也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，无论是建堂的事工，也是宣教逐样的事工，也是甚至阮做礼拜敬拜事工。恳求主你拢来保守，特别阮看见阮做礼拜人数也哪来哪少，真侪兄弟姊妹伫厝里无法度出来，也真侪人因有同样的想法，所以无法度来做礼拜。主，阮恳求你会当来帮助因带，互兄弟姊妹的心会当坚固，互阮会当转来教会，伫遮做伙来敬拜你。主，恳求你也帮助阮。互阮逐样的事工，拢会当伫你的祝福下面，会当继续来传扬你的福音。特别阮每一个礼拜接触真侪，或者对士大人到囡仔，逐样的年龄层，主，阮恳求你会当来使用遮个同工，互阮将你的听会当带好遮个也袂捌你的朋友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兄弟姊妹身躯欠安尼来祈祷。阮为着阮的蔡长老、陈其雄长老来祈祷。因要伫病院，因要伫受苦的中间，恳求主你甲因相同行，陪伴因，特别想事，互因厝内人有气力，互因会当伫陪伴亲人的即段期间，求主你加添你的信心、教义气力，互因。主，阮也要为着伫厝里疗养的遮兄弟姊妹祈祷，因长期患病伫厝里疗养，为接受化疗，为接受复健。主，阮知伫长期的破病中间，人的心是何等的软弱。主，也恳求你会当来加添遮兄弟姊妹甲因的家庭，互因有信心，也会当倚靠主，相信上帝你的带领。主，阮也将兄弟姊妹亲的一个礼拜交伫主你的手里，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日日会当行伫主你所欢喜的心意的内面，互阮无因为即个世界变迁，阮来摇动。互阮因为认捌你，互阮有盼望，互阮搁较会当伫即个世界徛在会牢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是来吟圣诗400首，圣诗400首，因时后请弹幕师报道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